那美国政府即马按算是要比较完整乌克兰的方式，先提供咱台湾价值美金5亿的军事设备在武器。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因为咱向美国买的武器真侪拢延长着延后交货，所以美国即马是先用这笔金5亿的武器先来代替。那针对进前，美国众议院议员莫顿有建议讲，中共若是拍台湾，美国爱先把台积电毁掉。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讲，咱的国军绝对会守护人民甲资源，绝对袂让这款代志发生。所以他们哪一个讲就要炸这个，那我们国军怎么会容许这种状况呢？美国众议员莫顿顶日仔提出中国若拍台湾，美国要甲台积电炸掉的讲法。国防部表示，绝对袂容允这种情形。今嘛有风声讲，美国拜登政府按算比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5亿美金规模的军备。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5亿美金毋是军购案，主要是针对美军军售延长交货的项目，优先保护台湾。因那时间点爱美国这边来公告。这个无意，他没有在军售里面有的军售了，有武器装备延宕了，延宕以后他可能会把现货或者以其他替代方式来先做一个救急或弥补。两方情势严重，邱国正捌伫咧备询的时阵讲，2年前若是 B 级，即马已经升做是 B+ 的等级，国军无放量的空间。不过最近真正传出有军人涉及强谍案，还阁签效忠中国的誓约书，传出法务部甲国安单位建议，要伫咧国家安全法成立对一般的民众归顺中国相关行为的刑事处罚。这是对我们全国老百姓不信任的一种行为，不可以立法。我对我们全国的老百姓都有信心。黄世宽对全国百姓有信心。邱国正虽然无做评论，不过强调讲军人的身份是特别敏感，无允准归顺中国的行为。因若敢是支持恢复军事审判，邱国正表示，军方袂当讲是乐见其成，司法审判甲军事审判拢有优点甲缺点，需要经过各方的讨论才来做决议。记者综合报道。